也是我到高雄基顶大停电，8000外户停电要1点钟。台电讲是二处变电所的设备故障造成的。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当着枪杀，警方是当咧追查15岁嫌犯到底是主谋，也是出来打罪。中国贵州一片空地啊，敢若剩1户，这幢大楼是哪起哪悬去甲外国试撮，机警引人来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美国加州洛杉矶，因为政府掠移民的行动是引起反对的示威，而且这情势是对和平抗议。后来边境巡逻队甲民众起冲突，发射催泪ga死。自阵美国总统 Trump 佮派2000个国民警卫对去洛杉矶的市中心，这对互情势搁较紧张。加州州长纽森的批评讲，这 Trump 是害对立搁较严重，根本就是痛查天花倒。不过 Trump 政府这边的态度依然是无落软，国防部长塞格赫格塞斯佮进一步警告讲，无排除是要出动陆战队来镇压行动。示威的民众对军警大声理，执法人员随发射催泪ga斯，数百名拄到位的国民兵穿制服、举步枪，伫联邦大楼外口戒备。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讲，派出国民兵到洛杉矶来应对这阵大规模掠无证移民的行动，引发这届的示威。He's trying to characterize us as rioters and looters. When really we're all out here with signs just trying to say this is wrong. Trump hates us. He hates sanctuary cities. He's going to try and make an example out of us. 在连续2天的示威行动了后，川普表示要部署2000位国民兵进驻洛杉矶来议案。美联社指出，这是数十年以来头一届有州的国民兵无经过州长的请求来互人调动。加州州长纽森是强烈反对，22位民主党籍的州长也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派出国民兵去洛杉矶是真惊人、乌白用权的行为。不过，共和党是全力替川普镇压。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甚至威胁讲，若准抗议继续升级，无排除派出陆战队。They spit, we hit. And I told them, nobody's going to spit on our police officers. Nobody's going to spit on our military. Series of California officials could face federal charges if they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deportation, something that only may have suggested. If they still stand in the way of law and order, yeah, they will face charges. 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媒体发文讲，联邦政府要介入，并且解决暴乱甲抢劫者入侵美国的问题，切实签署命令，稳准伫出现叛乱或者是对美国政府造成叛乱威胁的时，动用联邦军队。学者认为讲，虽然示威活动伫本质上和叛乱佮暴力无共款，但是这也显示对美国政府权威示威都有可能会互当作叛乱。If he deploys federal troops anytime that people are protesting his policies and people are getting arrested or hurt, then maybe that has a chilling effect and makes people think twice about doing it again in the future. 伫洛杉矶警察局宣布集会是非法的了后，大量示威者出现伫街头，包含高速公路。大阵人聚集伫110号甲101号高速公路相接的所在，造成严重的交通问题。街头摇车着火烧，抗议行动继续升级。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哥伦比亚的总统候选人乌利贝伫咧街头演讲的时阵是当着枪杀，头壳着2000，脚头捂着10000，目前也伫咧加护病房。目前掠到的嫌犯是一个15岁少年家，不过这犯罪手段看起来是真有经验。是讲警方就当咧查讲，这个少年家敢是主谋，也是讲伊只不过是出来打罪。哥伦比亚上千个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共同谴责暴力，因为因支持的总统参选人也是现任的参议员乌利贝，伫首都波哥大发表竞选演讲时阵，煞叫人考称。乌利贝伊的头着2000，脚头捂着10000，规身躯拢焦火，倒伫一台白色汽车的烟忍挂顶悬，互人紧急空运送医救治。医生为伊做心经外科加周边血管的手术。乌利贝经过一届手术，目前转入加护病房，等伫关键恢复期。Miguel sigue luchando fuertemente por su vida y les pido a cada uno de ustedes que sigamos en oración fuerte, que no desfallezcamos y que estemos unidos en oración.
根据了解，涉案嫌犯是一个15岁少年，作案了后当场获慰安人员逮捕。目前警方也无对伊的犯案目的做出明确的说明，只是台人的犯案手法真老练，惩罚阁真准。是毋是这个未成年嫌犯都是真正枪手？警方会一个一个查清楚，并同步调查嫌犯是毋是有牵涉到组织犯罪，还是政治背景。另外，普哥大市长嘛要求保护这个杀手，才通找到更多证据。Frente a esto, la Policía Nacional, por disposición del Ministro de Defensa Nacional, ofrece una recompensa de hasta 3.000 millones de pesos para quien nos dé información adicional y complementaria. Entonces, toda la actividad hoy se concentra fundamentalmente en que siga vivo. 乌里贝事件也予伊的家族背景真受注意。乌里贝的阿公土尔拜捌伫1978年至1982年担任哥伦比亚总统，伊的妈妈捌伫1990年互人绑票，搁伫1991年解救行动中死亡。伫2024年10月，乌里贝选择伫妈妈死亡的地点宣布参选总统。哥伦比亚的总统大选时间是2026年5月31日。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国内消息，今仔日我到高雄基顶大停电，8000外户停电要1点钟，是有袂少店家受到影响。台电是讲，这是基顶的二处变电所设备故障造成的。因为基顶拢停电啊，晓得啦，全家也没电，都没电，大家都没电。我要11点向停电，店主冲出门外，发现规条基顶老街拢停电。当日串了准备开门营业的海产店，也把烦恼无法度营业。没有冷气的话，根本吃不下去啊！对，天气太热了，尤其如果在里面又是密闭空间嘛，你空气又更不流通，这样体感温度会更热。虽然外海产较侪餐厅，大部分会家己传发电机，确保食材会真鲜。不过，常常停电也有可能造成机械故障。当时，基澳观光市场内所卖一寡大货盘手类单位，也因为无电通用，天气翕个热，有淡薄仔挡袂掉。阮有发电机咧拍水、拍送数，只是伊常常甲阮停，有当时啊，阮的莫大会歹去，甲我迄个冰箱会歹去安尼。现在天气又很闷热，然后我们这边又是观光地区，然后客人进来的时候买东西根本就看不到产品，然后那个封口机也不能作业。初九早起，高雄基顶8932户大停电，当时温度是33至34度，民众是哀惨。对，一下子鸟急啦，一下子又松鼠啦，一下子又树枝啦，一大堆的，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原因啦。我在想，是因为那个耗电太多吧。旗津区的旗津变电所在9号的上午10点50分，因为量测电压的 PT 设备故障，造成停电，共计有8900多户的用户受到影响。经过台电调查，发现是基顶二处变电所neu测电压的闭合器设备故障，紧急抢修陆续复电，嘛强调持续强化线路设备的双检，降低停电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惠准新丰轮初7要挖金门湖区，说是无细字启动着码头船入水。这船长7月透早宣布放弃这只船，甲船员送去乡公所安置。也若是目前伫咧海面顶，抑阁有岸边是有淡薄仔油，航港局是已经叫船头家来赶紧处理，嘛爱甲船内底油箱抽走、船刷走，若无就要开罚单。岸边漂着袂少物品，无偌远的所在，抑阁有货柜卡伫岸边，原来是有货船机器沉落去。货船新丰轮初7要停靠金门湖区，无细地去弄着码头，造成船舱入水。因为入水严重，电力转失，加上船身出现起气，船长初8透早宣布弃船，通报海巡人员协助。爬上来，跨出去，跨过来。9名船员由海巡兄弟全数接送到湖区乡公所安置。乡公所提供饮食之后，也请医生观察因的身体状况。暂时拢无问题。我们有提供干粮跟水给他们，饮食方面应该都不成问题。早上还好了，那我们都有请医生帮他们看过了，都没有问题。因为货船入水渐渐沉落去，海港局调集海巡署、金门县政府等单位举行紧急应变会议。因为观察海面甲岸际有少量的浮油，已经督促船方派船吸附油污。金门县环保局请船员利用船坑伫乡公所的暖油瓶协助紧急处理。港务局有开协调会嘛？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说，因为他们这边油脂的问题，怕油脂会污染海洋嘛，
一些备材在我们这边。紧急状况的话，可能他们宠物公司会跟他们借。我们也一直督促派船去西部海面的岸基油污，到进驻来偷油及船体的移除。那如果不能按照我们规定的话，我们会依香港法及海务法来做一个裁处。考虑新丰轮的正平船底有大约10公分的笔顺一直入水，经过确认，船底存的油料有柴油3吨、花油加液压油432公升，也有废油60公升。管务局除了要求船方尽速完成海事拖救委托，也要求车到早起9点进前提报抽油计划书送审，无依规定完成，会以上岗罚裁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从宜兰安龙溪坐船冲出来活动出意外，在树林顶那像是去互物件拄破去漏风，造成船冰船，加共是有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这时，这家属就指控业者安全措施甲救护拢有问题。目前，今仔日活动是先暂停，当时会重新开放，也搁会讨论。接着有民众渡水，赶到现场，50多岁女性已经无喘气甲心跳，一直 CPR 抢救，送病院治疗了后，要恢复循环，不过落尾也是救不回来。他好像就是流比较远，我过去帮忙找啊，起来就是开始 CPR。这个机会是真少，很少很少。真少就是叫做有可能嘛。有可能嘿。甲死者做伙去的朋友有5个人也受伤，甲业者小可弯起来，原地真欢喜体检过船，算是换来行行。教练就叫我们先把破掉那边的人员集中在左侧，差不多在4-5分钟的时候，就一个按钮，对，整个船就翻了。左边的人可以2个、3个爬起来，爬起来啊跳过来正边，啊所以重心不稳，人船啊才变去。迄日发生伫车北下晡1点多，2位游客伫宜兰的安龙溪，甲1位教练做开一树林船过船，船仔技术好，这架或者是尖的物件拄破去，上到风向前数百公尺了后，煞熊熊冰船，船顶9个人全部跋落水。虽然有穿救生衫，不过死者家属控诉讲，业者的安全措施甲救护配置有问题，才会造成悲剧。当人员落水。那怎么会没有救起来？那没有救起来，而且又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代表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了嘛？检方已经展开凶验，各船业者、教练甲船顶的乘客陆续接受证实。目前专案是向过失致死的罪嫌侦办，只是偌人家较高，体验过船的人定就是愈来愈多。有专家就提醒讲，一定要注意过船的风险。那边有没有翻滚流？有没有涡流？这些都是场地的风险、人员的风险。你的教练是不是一个有没有合格的证照？有没有救援的能力？虽然过船好耍好刺激，不过对重核的危险性、冰船了后的风险，业者敢有相关的救援证照，有防护装备敢有够等等。专家建议讲，伫体验过船进前，这拢要加注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南东区大学路甲胜利路的路口，伫咧昨下晡，是有一个76岁妇人人抢红灯，造成1个人死亡。这个妇人人刚开始是讲，伊甲油门当作档仔淡丢去，后来佫讲是档仔歹去。目前这检方甲复审了后，是获10万块交保。车祸宜兰细陈的阿伯，伊的小妹甲孙仔车到透早对高雄赶到台南殡仪馆，等待检察官相验。面对这雄雄发生的意外，家属是秘书无加讲。车祸发生伫咧车北下晡，76岁姓刘的妇人人载朋友经过东区大学路甲胜利路口的时，车辆雄雄加速冲过红灯。这个路口是全市上的路口，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各拢派路边29台机车吊水距离超过100公尺。有关肇事车辆，本轮局当场依法查扣，并呈送台南地检署调查侦办。警方调查，妇人人一开始讲是无细力打着油门，后来解喙，讲是档仔各样，口径翻起翻倒。针对这个状况，汽车技师强调，档仔各样搁加速冲出去，是无啥可能会发生。若拄到档仔各样，上好是放零油门，转空档，搁右手档仔防止爆冲。我油门踩下去会有脚踩住脚刹车，不放的话。原则上，它的油门是回来的。油门如果你卡住了，然后又发生刹车失灵，这样的几率高不高啊？照我们来讲，应该是微乎其微。
警方表示，现场相关当事人就7达拢是零，驾照嘛无问题，监视身体健康因素起底，搁爱进一步调查。也那调查原因初判是机械操作不当，不过也是需要搁厘清。警方信后以过失致死罪移送台南地检署复审了后10万块交保。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美国田纳西州当地车北有一架载游客成功跳伞的飞机，是这起飞无偌久就载落，加在飞机顶20个人拢总无人死亡，不过有4个人受伤。目前这相关单位是一定咧查失事的原因。草埔面顶一架德哈维兰DH6型双水拖飞行机，机头设伫涂骹，机尾断去，设伫美国田纳西州距离纳西维尔差不多120多公里远的塔拉霍马地区。综合外国媒体报道，这架飞行机是一间跳伞公司的，平常时用伫跳伞冒险。飞行机伫当地中昼差不多12点45分左右，为塔拉霍马地区的机场出发了后无偌久，伫接近当地被持飞行机危险博物馆的时阵，向下机，互飞行机破损严重。Eyewitness reports and images from the crash site depict a scene of devastation, with the aircraft's wings snapped off and debris scattered across the area. 事发了后，田纳西州的公路巡逻队是赶去现场，甲伤患送病院急救。美国 FAA 联邦航空总署表示，这架飞行机包括驾驶、跳伞人员，拢总有20个人拢机质活的，也毋过有4个人因此受伤，其中1个人伤较真严重，用地面运输方式送去当地病院。另外3个人是直升机送去病院救治，其他的人是轻伤，伫事发现场进行治疗。这款飞行机是德哈维兰计划用途真济运输机，机顶上济会当载10个人，过去普遍用伫货运运输甲医疗专机，嘛运用伫真济国家的军队训练。有目击者表示，飞行机当当时飞甲真低，意图互人抓准讲会弄到厝内较悬的树仔。暂时 FAA 已经派小组人员去设计的现场做调查。另外，美国 NTSB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嘛接手后续的调查，确认设计的原因。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以色列宣布，因6月初8找到哈马斯军事领袖穆罕默德辛瓦遗体，不过这哈马斯是无证实这个消息。也若是顶礼拜坐船要去加沙送物资的气候运动人士通贝利是去互以色列主动，这阵以军是顶船要甲船压转去以色列。也若是物资是去互以军收起，讲会照目前有的管道送去加沙。以色列军方初8带一名外国记者进入加沙的汉尤尼斯欧洲病院的门口，为分也会当看出是新屋的入口。这个地下道会当通往几个房间，其中一寡房间内会当看到成堆的衫甲塑胶椅啊。有一段影片显示，一具保着的尸体用锁啊为房间中救出来。In one of them, we found we killed Mohammed Sinwar. We can approve now. He was the brother of Yahya Sinwar, the previous leader of this murderous and terror organization Hamas. He inherited him, and now he was the leader, and we killed him also. We have to remember, we have 55 hostages still in the hands of Hamas. 以色列军方表示，经过 DNA 比对，证实就是穆罕默德辛华本人。49岁辛华是伫5月13日10中死亡。南法路警会官沙巴内遗体也互发现。声明中指出，现场找到2个人所属的几件物品，甲其他情报资料，拢移交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佮强调，这发现正是哈马斯一摆佮一摆利用民间基础设施病院做暗号，将百姓当作人肉盾牌。哈马斯过去对相关指控拢否认。以色列初8下令军方阻挡一架属于国际非营利组织自由军队任命的援助船马德林号去加沙，船顶载有气候的运动人士、通贝利甲其他活动人士。活动人士表示，以色列军方已经有成员登上因的船。If you don't hear from us in the coming hours, it means we have been cut off from the world. 马德林号为车为意大利西西里岛出发，载满人道援助物资前往，打算突破以色列封锁。也毋过以色列迄当时就已经表示未稳准，搁爱即只船回头。公司新闻黄文莲编译。中国贵州一搭要去度假村的地点是敢若村1号无愿意搬走，险啊去互政府硬拆掉。不过这后来发展说是私人意外，度假村无要起啊。说讲着等于规片空地啊，敢若村1号，因着一直甲气候关起哩，这阵已经有10层楼悬。
一栋奇怪建筑踩伫田中央，详细看竟然是一栋外高砌出的塔楼。这栋悬塔是当地农民陈天明亲手起的，伫中国贵州省兴义市。规栋建筑敢若用柴棒、柴棍啊这建材搭建，再搁用锁啊伫土骹固定。每1-2年，陈天明都会加起一层，目前已经有10层楼，有23公尺。塔楼毋但会当轻松支持人的体重，搁有侧房、房间这的生活空间。现在在上面就是会感到就是心旷神怡、游目骋怀嘛，有那种感觉，视野比较开阔，而且世界就是说看到的世界的那个内容比较丰富。当地政府本来是按算签并陈天明旧厝的村庄兴建大型度假村，所有村民拢同意搬走，敢若陈天明的爸母拒绝，搁就算要保护组团的旧厝。无预估度假村计划因故取消，单价都伫原地继续生活。陈天明发现4块里无任何厝体会去惹到视线，会当爬悬看真远，风景应该真好。所以伫无任何建筑专业知识，也无设计图的情况下，甲这栋塔楼一层啊一层甲起来。以前都是把它建成，这个是我的梦想。现在我是守护它，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梦想。因为这座塔楼的外形真特别，故事嘛真神奇，吸引不少观光客来看。中国的媒体佫甲伊乌白豆的外形，甲伊甲宫崎骏动画《移动城堡》来相比评。虽然当地政府已经甲这个塔楼列做违章建筑，佫要求单价爱家己拆除，但天明表示，即马当地也无开发计划，无烦恼政府的需求，已经提起行政诉讼，后届会继续上诉。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欧洲巴尔干半岛克罗埃西亚是有一个95岁健身教练，这50多年来是一直推动健身，希望是会当一直保持活力。一阵老大人咧暖身，带现的健身教练乌克维奇已经95岁，伫克罗埃西亚首都西边的萨莫博尔丁社区健身房做体能教学已经将近1甲子。原本做医药工程师的乌克维奇，39岁开始运动，伊认真家己学，培养出真高兴趣，后来成做教练，甲亲戚好朋友来健身。Da se što manje, a to vam je profesija, što manje lijepite uz televizor, uz ove katastrofalne vijesti koje zapravo kad ih odslušate pitate se a čemu život. 和乌克维奇投入运动的机会之一，是甲伊妈妈过身有关系。伊妈妈破病过身，互伊陷入真大悲伤。伊靠运动振作起来，也互心灵平静。To vi ne možete reći, osim vašem intimnom prijatelju, što vas muči, zašto tugujete, čemu suze i tak dalje. Dakle, to je jedan auspuh koji je meni puno pomogao u mom privatnom životu. 乌克维奇投入运动年代多是克罗埃西亚女子体育风潮起来。女子游水运动员比耶多夫伫1968年奥运摕1金1银2个奖牌，引起当地女性的运动热。乌克维奇每礼拜2摆甲学生有氧身体运动甲皮拉提斯，学生也会青训到熟悉，加做固定的运动成员。Prijateljica mi je rekla da postoji jedna izvrsna grupa koja vježba upravo ono što nama treba u tim godinama. Ja sam onda imala malo više od 60. Odlučila sam se prvenstveno zbog zdravstvenih problema, to mi je bilo broj 1. A drugo, druženje s tom. Poslije vježbi mi se družimo, mi odemo na kavu, malo se zabavimo. 乌克维奇甲学生伫每礼拜运动结束了后，会小休斗阵啉咖啡。老了后生活有寄托，个人锻炼身体。伊讲，若健康无问题，也个人振动，伊会继续教学生。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网络顶有一块影片真清，是泰国有抢走入柑仔店食物件，这头家甲赶伊嘛拢无咧插。不过这嘛显示出这野生的抢因为生炭地减少，走去社区食食，这就造成人甲抢的冲突会哪来哪济。伫咧泰国中部考爱大山国家公园附近，这只25岁野生大象冰乐，撞入去附近的一间杂货仔店。後女。就抬學啦！一入去了，無咧客氣，架頂嘅物件攏摕來食，甜米餅、金蕉乾，一個三明治，食甲真歡喜，趕袂走。他
ไม่ต้องตีตูดมันข้างหลังอ่ะอย่าพึ่งเดี๋ยวมันออกมาเบียง兵勒伫咧内面推10分钟了才离开，10配仔店的损失差不多1000泰铢，换算大票900块。兵勒这种情形唔是第一遍，之前也捌走入去一间卖卖的摊，不过这边是走入去店面内面，而且还佫经一寡甜的物件，亲像是鸡卵这款高能白食物，唔是一般野枪卡会食的咸的，这种行为真罕见。兵勒走入去白食白啉的影片抢行，伫社群媒体有几落百万人点看，这种行为是像会彻底受到人类开发土地侵占所造成的。专家认为，兵勒这种异常的行为值得研究。不过，人类未来可能要提供较优先的科管的措施，避免进一步的人甲枪的冲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